来看军公告，明年就有机会要调悬薪水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军公告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已经开会啊，针对经济指标、财政状况做评估，有真大共识，建议行政院要调整军公告的薪水。若劳动团体是正面看待这件代志，希望政府带头，民间企业嘛会当对咧加薪水。中国对台威胁不断，国军保卫国家上界辛苦。另外，防疫期间，真侪所在嘛会当看到军公告人员的形影，维持国家正常运作。因为看到军公告的付出，拜四的行政院会嘛有讨论明年军公告调薪水的部分，政府已经有真大共识。我们各军公教对我们社会疫情的这个贡献跟帮助哈，所以就是与会的委员呐，共识度还蛮高的，就建议能够适度的调整。对于这个公务人员的调薪的部分，其实是一直是正面的看待，那还在进行相关的研议讨论中。军公告明年加薪水真有希望，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军公告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已经针对各项经济指标、政府财政状况做审议，建议行政院明年通合理调悬薪水。进前财政部嘛捌讲，政府的财政应该通支应三拍的调薪。针对这个部分，劳动团体是正面看待，嘛进一步呼吁政府甲弱势劳工有关系的基本工资，今年嘛应该继续调悬。今年是蔡总统的最后一冬嘛，最后一届调整基本工资嘛更加调整更加悬一线对未来台湾的整体的劳动条件来讲，嘛是好的代志。劳工电线表示，军公告若带头调薪，企业嘛应该好好思考，对咧替劳工加薪水。亲像即马世界欠工，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提高劳工的薪水才对。刷电岛要开放更较侪外籍移工来台湾，因强调劳工薪水价情形要改善，才有可能改变劳动环境。政府嘛应该落实上加工资法立法，实现蔡总统的政见。记者陈亚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